来看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警告美国，若西人台湾分裂中国，有可能会致使中美对徛。也若林佳龙强调讲，台湾的主权自来就无属于中国，呼吁中国莫阁去无空。进行3天的慕尼黑安全会议，前一个元首外长出席。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发言，若得讲中美关系，嘛搁再提起台湾。逢中必反，搞各种针对中国的小圈子、小集团，甚至怂恿策划台湾来分裂中国、踩踏中国的红线，那就很有可能使中美陷入对抗。王毅话美国莫惊对中脱钩路线，不过这个讲法，咱外交部长林佳龙正式回应，批评中国故意错解台湾主权，误导国际。无论历史事实、客观现实，也是依照国际法，台湾主权唔捌隶属中华人民共和国。台湾的主权从来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只有台湾2300万人民有权决定台湾的前途。外交部要呼吁北京当局尊重中华民国台湾存在的客观事实，共同维护区域和平稳定，立即停止错误国际视听，不再无端挑衅。因应中国的威胁，行政院提出国防特别预算，进前叫在野党动落来。总统赖清德15去嘉义慰勉警察甲海巡，也搁再提起提高国防预算，对维护国家安全正重要。我们提高我们的国防预算，让我们国家更安全。国家安全的经济发展才有意义啊！否则你国家不安全，你经济发展得更好，到最后只是帮别人做嫁而已。If the bill does not been passed successfully, I think that Beijing would be emboldened for another move, and that would allow them to do, more aggressive measures toward Taiwan. 南北进前拢捌预告，国会审查最后通过版本会是行政院版的。国安会副秘书长林飞环进前接受美国媒体专访的时阵讲，国防特别预算，若是伫国会受阻碍无法度通过，会向国际传达错误的消息，也会帮助北京对台湾的挑战。记者采访报道。